后来继续来到宜兰内城派出所的边啊，早起7点外有一间民体火烧厝，这个火焰真大，由1楼烧起2楼。啊，讲是1楼当咧充电的脚踏车，不明的原因导火烧起来。加在一家伙仔拢走有出来，拢平安。 红色火光，有乌烟，厝内瞬间着火，不时还有听到哔哔啵啵的声音，情况真危险。吓死了，失火了。过路人拢惊一条，早起7点外，宜兰内城派出所边仔一间人家厝着火，消防队接到消息了后，赶紧出动。人员到位了后，布水线，赶紧喷水，经过抢救，总算将火拍翻。 着火面积差不多有20公尺，四方因为厝内有真侪木材物件，火炭了真紧，拢烧了了。外墙嘛熏甲拢乌去，连下盖冷气机嘛拢烧歹去。处处讲真唔甘。烟已经很大，又烧到楼上，火就蛮大的，我就拿水泼，来不及了。 下火烧厝，敢若就是1楼放的这台电动的脚踏车，处处讲当时因后生又听到嘣的一声，赶紧落去看，发现讲当时正伫充电的脚踏车随着火。有关于相关的火灾原因，由火灾调查科调查当中。不幸中的大幸是亲人及时发现，拢走出来，才无造成严重的伤亡。啊，是安怎的火烧厝，爱过进一步的调查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